接下来，咱来看美国的新闻，讲到美国众议院针对着国会暴动案的听证调查，也出真侪对川不利的败代。美国媒体也讲，当上届川就有可能伫这个月就要宣布讲，伊想要过来拼选战，希望利用这其中选举挽回伊的声势。不过，伫咧共和党内其他人要求真侪人想要出来选总统，真像是前国务卿蓬佩奥前驻联合国大使海利等人。The president reached up towards the front of the vehicle to grab at the steering wheel. Mr. Engel grabbed his arm, said, "Sir, you need to take your hand off the steering wheel." 前白宫幕僚进前伫众院针对国会暴动调查的听证会，公布川普真侪震撼的行为，包括想要家己控制韩德鲁，和总统的车转往国会山庄，加入暴动的行列。连伊的前主要测试班农也要前往作证。为了改变听证会对伊造成不利的情势，川普有可能出奇招。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川普甲幕僚讲，伊暗算家己伫社群媒体宣布参选。搜索的团队已经开始准备，上近7月公开消息。其他美国媒体也评估川普宣布参选时间点应该伫这个热天。She's loyal. She loves the state. She will be a true warrior for your state and for the country. Sarah Palin. 随上川普早就利用机动选举展开热身，找到伊去阿拉斯加为要参选副总统，即届竞选众议员的皮林徛台。Sir, we need you back 4 more years. 4 more years. 目前川普支持的13位参议员候选人全部得到共和党的提名，显示川普伫共和党内也是有相当的实力。不过部分党内人士认为，川普一旦提早宣布要竞选2024，就会转移其中选战的焦点，和民主党改当作是对川普的一场公道。希望伊考虑伫其中选后才宣布。虽然川普已经传好伫等啊，不过共和党内因为竞选的也有真侪人，包括着前国务卿蓬佩奥、前驻联合国大使海利、众议员利兹前年拢有可能参选。另外，前副总统潘斯甲今年43岁的佛州州长德桑蒂斯也让人当作是热门的人选。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译。伫咧中国的地漳，昨透早5点，有几落千名民众去到中国人民银行地漳分行外口抗议，是因为今年4月咧有几落10万人因银行口座去互禁起来，袂当去领钱。想袂到讲，这本人要走到银行领钱，不过因的防疫健康码却来显示红色，红色就代表讲，这个民众是袂当出门的。根据着中国媒体报道，这关系到人民币400亿的辛苦钱，去抗议的民众呢，竟然去互警察团围起来，而且佫有乌刀冲入去甲伊拍。想袂到这个消息，竟然去互中国封锁起来。还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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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透早5点，天都光，几落千人伫咧地州的中国人民银行头前抗议因的存款被冻结，无法度领现金。想要去银行亲自领，警方码扫无名字了，互人表示真济无法度出门的红码。真济穿着制服的警察，一个穿白衫乌裤的便衣人员，走入去示威的现场。这件代志是自4月开始，河南甲安徽几落间银行存款被人冻结。差不多40万户的存户无法度网络提款。根据中国媒体报道，这件代志涉及的金额要加400亿人民币。抗议的存户手拿着标语，伫咧现场喊口号，要求当局彻底调查。不过，伫咧现场加派警力，煞是来阻挡存户抗议，甚至对因动脚动手。民众团结的网络影片让看到。存户和警察围掉了，头前有一名穿白衫的人，把抗议民众拖出来，然后是卡站手拍，现场真混乱。结果警察只是徛伫咧远远所在看，无采取任何行动。中国当局也随封锁消息。公司新闻郑伟林编辑。这钱不是万能，不过无钱是万万不能。已经宣布破产的斯里兰卡示威民众去占领这总理甲总统的官舍，而且这总理甲总统因2个人已经宣布辞职啦。另外一方面，反对党的正在讨论组成新政府的规划。跳入去总统官舍游泳池，欢喜咧耍水，健身房嘛是客甲10通通，阁有人倒伫咧房间困，或者是伫咧官舍内底四界翕相。斯里兰卡的民众抗议政府无能，造成经济崩盘。伫咧总统官舍外口聚集了后，突破封锁线攻入去，而且抢劫。外口虽然有维安人员，不过只是远远徛伫遐看。
因为迄当阵总统拉贾帕克萨已经无伫咧官舍内底。This place was not allowed to visit earlier, and as you can see, people are pouring continuously. That should be the happiest day of our life because he has robbed us. I mean, he has robbed his country. 示威民众找到嘛，总是去总理威克瑞敏信号的私人徛去放火，安全人员已经甲伊带离开。伊表示讲，这款行为伊会互社会甲政党分化，而且答应讲新政府若成立，伊就会随时执。过了点钟了后，国会议长阿贝瓦达纳就对外说明，总统拉贾帕克萨宣布辞职，不过移交权力需要时间，所以会伫咧13落台。根据宪法的规定，总统、总理拢辞职，国会议长就会是临时总统。拉贾帕克萨最近运用各种手段，包含向印度、中国争取财务支持，不过也是真恶化介70年来上严重的经济危机。印度表示讲情形真严重。新德里当局目前的重点是帮助邻国。Right now, they have to negotiate with the IMF. Those discussions are going on, so we have to see what happens. 斯里兰卡反对派国政党会开会讨论组新政府的代志。主要的在野党联合人民力量党国会议员班达拉是表示，已经甲脱离总统拉贾帕克萨执政联盟的其他政党，佮有国会议员讨论举行会议。若是反对党联合起来，真简单就会当摕到国会过半113席次。到时阵就要求拉贾帕克萨任命新政府了后请辞。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讲到全世界上界好业的人，也就是特斯拉的创办人马斯克，推特收购案即马是公布成啊。伊伫顶礼拜5宣布讲呢，因为推特有假口座和其他问题，被停止这美金440亿的收购案。虽然马斯克决定无被买，不过推特也要改告。爱这个马斯克就要照片照行，莫想讲要用违约金和代志来准度煞。全球上好业特斯拉创办人马斯克收购社群媒体推特的交易案来回几个月了后宣告破局。马斯克特别表示，因为推特违反合并协议内底真侪条款，包含本social效和甲解雇部分员工等，要停止用440亿美金，差不多1.3兆新台币计价收购推特交易。推特估计7月半后交易大了将近6%。马斯克4月甲推特达成协议，以每个54.2美金的计价收购推特，按过无偌久。伊表示，伫确认推特假销和比例进程暂时未去收买，了后就一直有风声传出来，双方交易要破局，一直到7月。马斯克决定停止交易，也正式风声。推特表示，袂互马斯克支付10亿美金的违约金都无代志，已经请律师提告，要互马斯克履行协议。He thinks the bots are more than 5%, as Twitter has disclosed in its SEC filings. And that, as a result, he says, constitutes a material adverse event. That would be a thing that's a condition that would permit him to walk away from the transaction without paying a fee. 马斯克的讲法是，推特靠广告用户卫星，那假销和比例超过5%，对营运不利。美国法律专家指出，马斯克要证明本social效问题，大家爱终止交易并不简单，加上拍官司爱真长时间，双方最后可能和解。另外一可能是马斯克是假动作，目的是要低价交易计价。无论如何，这个收购案未因为马斯克一句话无被买就简单结束。公司新闻徐婉明编辑。伫40外个国家有上亿个使用者的 Uber， 即马煞有90间媒体做伙发表一项联合调查，讲即个 Uber 比90年前去甲政治官员直接爱因放连法规，甚至是妨害调查，即寡行为恐惊拢有违法啊。由英国卫报甲国际调查记者联盟下骹数十间媒体联合调查结果显示，Uber 为2009年成立了后，为快速扩张全球版图，一个优势各国政要甲媒体好业人。促使改变劳动法保障，放任对司机的背景调查，规避出租车业者必须爱护的营运执照等管理规范，创造对家己上有利的条件。Uber 用无公平竞争要占市场，互全球各地，特别是西欧国家的正规计程车司机真不满。2016年，捌引起连续激烈抗争。Uber 共同创办人兼迄时阵执行长卡拉尼克反对利用 Uber 司机，遭到暴力反弹，争取社会支持，甚至对员工表示，获得保证成功。
这份被叫做邮报档案的黑历史资料，是由英国卫报先提到了后，到国际调查记者联盟共享，加上法国《世界报》、华盛顿邮报等数十间媒体联合调查，从2013年到2017年之间，12万4000份邮报内部文件慢慢调查，非法竞争、不实司机、避税手段甲政商关系全部曝光。华盛顿邮报报道，法国2014到2016年之间的经济部长，也就是现任总统马克宏，大力支持国家发展新创，伊甲卡拉尼克见面有4摆，不鼓励监管机关伫解释公司营运规则时阵，唔通太过保守，催相对邮报有利的法规，立场甚至甲左派政府出现矛盾冲突。这份联合调查报道一出来，也引起左派政治人物的愤怒。公司新闻是会长朋友。讲到西班牙的小姑节，虽然有动保人士去抗议，不过今年却是照常举办，吸引世界各地民众来到这个所在，体验护牛日的感觉。虽然讲这个烧日的过程真刺激，有关是有真侪人受伤。门一个拍开，挂玲珑啊，有真来甲这阵牛拍拼向外冲，头前真下街路等待人，听到叮叮咚咚的声，赶紧起脚走。西班牙北部城市潘普洛纳真出名的喷牛节，伫疫情停办2年后，今年恢复举办。虽然动保团体事先有提出抗议，不过也是挡袂掉为世界各地来民众的热情。因穿白衫白裤、白红暗巾，马上马额头看，规过程真惊险佮刺激。First time, the heart still pumping, terrifying. 短短800公尺长的街路，因为真紧张，大部分2-3分钟内就走散。不过参加过的人终身难忘。Oh, it was unbelievable. We had a great guide who gave us some ideas how to expect it, but until you see the bulls coming, you can't understand how cool it is. It's the fastest 10 seconds and the best 10 seconds of my life. When the bulls came, they're in like lightning and out like lightning. I hit the ground, got back up, and kept running into the arena. 这项当中1礼拜的活动，逐天拢有人伫过程中无细致滑倒，也是受伤，也是去互牛踏着。不过也是有人真介意做出大胆的行为。How close had you been from the bulls? Touch one. You have touched one? Touch one. That was the goal. 这项活动会引起议论，是因为喷牛活动结束了后，进入搭牛场的牛阵，到尾来下场，不是受伤，就是去互搭牛士毒死，互人认为是虐待动物的残忍行为。这一年来，至少有16个人参加喷牛活动来死亡。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译。温布顿网球球赛查甫个人组的冠军由萨尔维亚的乔科维奇甲澳洲的基里欧斯拍败，第一届伫咧温布顿摕到冠军，而且有第21座的大满贯奖杯。就网络压球致使澳洲选手基里欧斯回球挂网，画面上塞尔维亚前球王乔科维奇也双手庆祝摕到今年温网男单冠军。这场比赛伊先输头盘，不过连赶3盘并战超过3点钟，才伫抢七大战当中拍赢，完成温网4连霸。Nick, you'll be back. Not just Wimbledon, but in finals. I know it's tough and to find consolation words after a tough loss like this. Yeah, he's a bit of a god. I'm not going to lie. I thought I played well, but yeah. First of all, I just wanted to congratulate Novak and your team. Of course, you've won this championship. I don't even know how many times anymore. So. 比赛了后，2个人互相欣赏，有讲有笑，也互现场超过1万的观众真欢喜。那是前一天女单决赛，第17种子哈萨克的选手瑞巴奇娜，原来是先输1盘，连冠2盘，颠倒摕到冠军，也为哈萨克得到历史上头一座全球公开赛冠军。正心惜的是，今年温网伫这俄罗斯甲白俄罗斯的选手参加，女单的冠军却去由俄罗斯出事的选手提去。记者综合报道。伫咧日本有一位74岁阿公，伊翕影片放伫网络顶头，教人伫咧画图。伊的YouTube频道有140万人伫咧甲伊关注哦。真侪人拢讲来看阿公画图，毋但感觉讲真温暖以外，上界重要是阿公的声音是真好听的。翕影片，教人要安怎伫5分钟内画一张真水的树啊？伫个 YouTube 顶头，一个影片，互人看过的数字是627万解。
伊就是日本即马真出名的 YouTuber， 叫做柴崎春道、柴崎春通。今年已经74岁的柴崎おじさん，过去本来就是一位美术老师，一直伫教人画图。5年前，伊的后生鼓励伊翕影片，放伫个 YouTube 顶头。柴崎おじさん则开始用简单的手机甲麦克，将伊画图的过程翕落来，加做影片互大家看。柴崎おじさん经营的 YouTube 平台，毋但教人一寡画图的专业知识，分享伊画图的技术甲方法。伊嘛会像抽奖共款，抽出支持伊的人，寄予伊的画图作品，来分析这张图要安怎画才会更较好看。伫过去2档 COVID-19 疫情期间，爱看伊的 YouTube 影片的订户，一时啊增加到140万人。真侪人讲，毋但是学画图，上主要是爱听柴崎おじさん講話嘅聲，互人感覺真溫暖。声が良くってとにかく安心できるとかほっとするとかなんか包み込まれるとかそういう表現してくださるんですね。因为 YouTube 的影片会当转做英文的字幕，所以140万订户内底，毋但日本人，世界各国的人拢有。互柴崎おじさん感覺，那親像伫做民望。意外ですよ。だって僕の子供の頃はテレビもなかったんですもん。そんな時代から思うと。こんな時代来るとは想像だにできなかったです。虽然柴崎おじさん看起来笑眯眯，但事实上，伊的心脏已经捌动过6摆的手术。伊讲，伊即马年岁愈来愈大，目睭歹，手嘛袂稳，有法度继续画图的时间，加加过5年。伊希望会当留下更较侪的影片，互大家了解画图是偌尔啊趣味的代志。さあ、楽しんでもらえたかな？はい、またお会いしましょうね。はい、ありがとう。記者甘燕演編譯。伫咧新闻最后，感谢各位乡亲好朋友收看今仔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嘉豪，咱再会。